日本棒球界的巨星铃木一朗宣布卸下职棒球员战袍隐退。回顾他28年的球员生涯，累计打了4367支安打，还创下7项金氏世界纪录。在告别职棒生涯的最后舞台，尽管没有打出任何安打，一朗还是获得满场观众掌声，光荣谢幕。日本时间21日晚间9点33分，灰姑娘的钟声提早敲响。球场播音员，场内的各位球迷，请对一朗献出掌声。世界的安打王铃木一朗因为打不出安打，告别职棒舞台。日本球迷辛苦了！相对哭到不行的菊池雄星，铃木一朗保持冷静、优雅谢幕。回顾一朗的棒球生涯，我们很难不提起他的安打纪录。球赛主播，球打出去了，右外野平飞球，往右边穿越出去啦！安打，安打，打成200支安打。一朗1994年，那年的铃木一朗不过20岁，球季前他为球场上的自己取了 Ichiro 的艺名，没想到 Ichiro 却以单季210支安打，写下日本职棒纪录。铃木一朗打了210支安打的94年球季，作为棒球选手，自己还不是完成品。铃木一朗可说是不知好歹，全力拼搏的球季。尽管 Ichiro 曾说那时的自己还不懂职棒生涯险恶，但他以安打写出的棒球日记，早已在阪神地震后的神户球迷心中留下永远的印记。一朗球迷是他让神户在地震后再次恢复元气，即使是现在，每年季后也会回到神户绿地球场，现在还是神户市民心中的英雄。2000年球季结束后， Ichiro 转战美国职棒大联盟，从单季262支安打到连10季200安， Ichiro 生涯留下4367支安打，这当然也是史上最多。日本记者 Ichiro 拥有7项金氏世界纪录，最多安打等等，总之就是打了很多安打，还有盗垒，也写下连续盗垒成功纪录。这样的 Ichiro 希望传承给下一代的是这件事。铃木一朗如果能找到让自己热衷、让自己浑然忘我的东西，因为可以对那件事注入能量，希望能早一点找到那样的事情。长谷川资历，他绝对不是完美的人，也不是坚强的人。要说演出 Ichiro 可能会被骂，不过真的想说辛苦了。灰姑娘钟声敲响的这一晚，不完美的铃木一朗用笑容卸下扮演 Ichiro 的重担。